大家好 ，Welcome to Ames Live HK，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日前呢，呢個《尋秦記》電影版嘅 trailer 終於都面世啦，相信大家都一定已經睇咗啦。而呢個《尋秦記》咧，同我哋 AMC Live HK 咧都非常之有淵源啊。事緣呢，我哋喺舊 channel 其實同大家做過個快講嘅，當時呢更加係我哋咧其中一條收視最高嘅片之一啊。因此我決定同快見咧再一次咧同大家去講一講《尋秦記》電影版點解要令到影迷等咗足足20幾年，仲有啲演員啲樣都變晒。當大家都以為佢永遠都唔會上映嘅時候，突然之間佢竟然話翻俾你聽又要上映啦！事不宜遲，大家一齊嚟睇下呢套《尋秦記》電影版。首先要同大家講一講《尋秦記》點解會成為咗香港嘅一個都市傳說呢？其實原因好簡單啊，因為其實佢都應該拍咗好耐噶啦。10年前曾經話過上啦，跟住甚至乎咧4年前我哋都已經見到個首 trailer 噶啦。但係咧彈票到去嗰個點咧，大家都已經以為係一個傳聞啦，冇人知道真相，冇人知道咩原因。大家可能喺度諗緊，究竟佢唔能夠上畫嘅原因會唔會係因為太爛，所以咧古天樂完全唔收貨啊？還是咧當時嘅嗰個製作咧做唔到佢哋心目中想做嘅一個特效啊？最後咧就係咪因為有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導致到咧，如果呢套戲喺當時上嘅時候咧，喺內地咧係上映唔到啊，咁所以咧就已經咧成為咗一個未上映就已經變成經典嘅一個都市傳說級作品啊！咁樣搞下搞下咧，令到穿越嘅咧並唔係淨係項少龍啊，而係我哋一班苦等嘅香港影迷嘅青春。正當大家都已經諗住打定輸數睇唔到呢套電影嘅時候，古天樂喺林峰2025年嘅演唱會，佢擔任表演嘉賓嘅嗰一晚，竟然宣布《尋秦記》嘅電影將會喺2025年嘅最後呢個檔期嗰度上映。當時全場即刻起哄啊！2億1呢一個消息更加係轟動全城。而講《尋秦記》嘅電影，當然就要講埋2021年經典 TVB 嘅劇集啦，因為咧呢個電影咧係佢嘅延續啊。嗰陣時嘅古天樂做項少龍，林峰做嬴政啊，成套戲咧唔單止係一個經典劇集咁簡單，更加咧成為咧香港人嘅集體回憶。20幾年後之後再睇翻預告片啊，你會發覺真係歲月不留人啊！見到漢太傅同埋趙盤都已經長大成人之餘咧，都已經變咗兩鬢斑白啦，加咗一份咧非常之滄桑嘅味道啦。而咧嗰啲女主角嘅顏值咧更加係跌咗好多個檔次啊！其實除咗啲演員係青春不再之外咧，觀眾們咧都因為等待咗咁耐咧，其實自己都一樣係同佢哋咁樣去成長啊！呢種陪伴感咧，其實係其他電影好難複製到嘅。但係睇 trailer 嘅時候咧，當然咧仍然都有啲遺憾啦，就好似江華咁已經退出咗幕前啦。而公主亦都唔見咗啊！幸好咧今次喺個 trailer 裏邊咧，唔知係咪就係因為咧等待咗呢幾年之後咧，本來喺4年前嘅 trailer 裏邊冇嘅陶總管啊、耶穌二弟啊同埋李斯咧，今次咧喺呢一個終極版嘅 trailer 裏邊咧都見翻佢哋啊！呢一個原班人馬嘅回歸啊，令人哋相當之感動。最後咧不得不提咧，當然就係要講一講古天樂啦。佢近年已經變成咗香港電影工業嘅總舵手啊！佢透過創立咗天下一集團之後咧，創下咗紀錄，斥資咗4億幾咧，就係拍咗《明日戰記》，證明香港咧都有能力可以拍到重工業嘅科幻大片。而上年佢製作嘅《九龍城寨之圍城》咧，喺各大嘅電影頒獎禮裏邊咧都成為大贏家。但係其實佢並唔係幕前嘅主力，反而咧就係幕後嘅推手，力撐住本土嘅電影從業員，同埋咧培育新血。佢更加係一個出錢又出力嘅老闆啊！喺疫情期間咧，佢直接出錢咧係成立咗支援基金，去幫助咧一啲因為疫情而要停工嘅電影製作人。所以就算《尋秦記》電影版未能即時喚起翻你嘅童年回憶都好咧，我建議大家咧今年喺12月31號咧佢上映嘅時候，都一定要入場咧去支持翻古老闆呢一個港產片嘅守護神。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大家記得留言話翻俾我 Captain 聽咧，你最期待係邊一個角色嘅回歸，同埋咧你覺得今次咧呢一個電影版咧會唔會咧可以超越當年 TVB 劇集嘅經典地位，定係成為咧一套戒燈嘅電影啊？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咧要 share 呢一條片俾中意尋秦記嘅朋友。祝福大家耶穌愛你哋啊！希望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講個其他話題同埋電影啦，拜拜。